再来看北面国民党双和立委张志伦林德豪团体，今仔是送出理解的连书书。张志伦是以36140分，林德豪是有29470分，达成率拢超过120%。北面民进党的立委吴思瑶的团体原本的林涵林提出，等下想办法要来换林涵林。调集人赖以临时要求中选会，就要公布地补林涵林作业的办法。中选会主委李进勇嘛表示讲，已经在研究，一个月就来提案讨论。做伙甲一箱一箱第二阶段的连书书搬入去新北市选委会，北面国民党双和立委张志伦甲林德豪的团体12做伙送行，而且公布连署的结果。张志伦这案有甲36140分，林德豪这案是29474分，达成率拢超过120%。这250公斤的民意压力，65000多张的联署书，沉甸甸的传递出人民的声音。我会以认真做事来回应，希望说，人民可以在第3阶段勇敢投出不同意罢免，拒绝这样子的政治斗争哦。张志伦甲林德豪拢表示，会持续伫地方拍拼，呼吁支持者投无同意票。不过，北面拿赢立委的部分，就一日出现头一个第2阶段无成立的案例。北面国民党新的立委齐欣盈的团体送出超过22000分的连署书，不过去互选委会甲2000多分无合格的连署书提掉了后，并无达到法定的条件。交给那个行政单位，该裁决的给他们裁决，好吗？他必须是同时付正本跟原本。这个都是法律明文的规定，如果没有按照这个规定的话，它的效果是不予受理。另外，北面民进党立委吴思瑶的团体，因为原底代表人提出当咧换人，因那调集人赖以任要求中选会应该公布递补代表人作业的办法，若无就是行政台办甲消极。谁才可以是递出同意书的主体？对于同意书有没有审查的标准？这些疑问，我都希望中选会可以给予回答。我还是希望民主不容造假，而且所有的程序都要比严谨更严谨。针对这点，李进勇回应讲，因为甲选务机关内部的工作有关系，中选会已经在研究，这个月就会提案来讨论。像是嘛建议北面团体，目前的重点应该是赶紧摕到1半以上提议人的同意书，才有法度换代表人。公视新闻台北新北报道。